行政院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基制4000亿，另外各项预算是历史新高。运动部9月初9正式挂牌成立，有风声讲摕2届奥运金牌李勇要来接运动部长。高雄一间24点钟的红仔册店在起点嘛发现讲，一个50岁人客倒伫包厢内面，警消人员到现场发现，一个查甫人已经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行政院今仔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院长杜永泰表示，新的财划法施行了后，互地方的分配税款会增加4165亿，中央财政减少真济，会基制4000亿。总预算内面呢，也无军公教调薪3%。另外，已经3读的军人退伍调整和警消退休条例也无列入去明年度的总预算内面。杜永泰强调，针对这2个案件会提出释宪。行政议会21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因应新版财划法实施。行政院长杜永泰指出，每年中央分予地方的统筹分配税款会大大增加4165亿，比起今年加58%，也予中央财政出现空棚，爱照钱应用。中央政府明年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再加上特别预算2项加起来，举债刚好是4000亿元。明年度总预算税入2兆8623亿，税出3兆350亿。115年度总预算，若单纯以正数别来看，无加计考虑特别预算甲基金，社会福利支出8318亿属元，占27.4%。教育科学文化支出5566亿，第2位，占18.3%。国防支出编列5488亿，占18.1%，第3。经济发展支出4275亿，第4。也不过每年军公教调薪3%，并无纳入每年总预算。军公教人员是否加薪的状况呢？我们会在经过这个审议委员会之后再来评估调整。目前的话是没有排入前来的总预算案。正义指出，过去4年来已经3摆调悬军公教人员薪资，起伏是11.4%，考量经济成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因素，明年总预算案无纳入军公教加薪。针对军人退伍调整甲警消退休条例部分，也会提出释宪。可以马上依事件的结果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必要的时候也会追溯补回。既然要增加国防预算，就应该要用在我们的基层军人身上，不要让他们感到心寒。今年在追加预算中就已经名列国军待遇提升经费，明年度也会持续增加。我们还是要思考公务人员公平性及是否有违宪疑虑。正义正式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施政方针同齐送立法院，杜永泰发声，希望朝野党团会当以过去审查预算共同经验甲共识，审查明年度总预算，搁爱伫宪政体制之下符合预算法精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会今仔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其中各项预算金额是历史新高，有9495亿，预估会占 GDP 的3.32%。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这届呢是参考到这北约的标准，有甲退役官兵给付和海巡署的支出列入去内面，也是向国际来展现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阿帕契直升机发射2.75寸的火箭弹，爆炸声音真响。陆军航特部日一伫屏东仁寿山靶场做年度实弹射击训练，场面真壮观。行政议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各项预算创下历史新高，有达9495亿，估计占 GDP 的3.32%，年增率是22.9%。仿照北约的计算模式标准，具体向全世界也向国人展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强调这届各项预算参考北约的标准，所以伫总预算支出，除了有国防部主管的军事投资1616亿，作业医持1990亿，人员医持2008亿，各包括退役、驻役官兵退休的给付1064亿，
海巡支出295亿等等。特别预算的部分，采购新型战机399亿，海空战力提升计划293亿，还有预计编列的1176亿，加上非营业特种基金654亿。包含3个特别预算，一个就是海巡署的特别预算76亿，剩下的1100亿，这是国防部所编的特别预算，是有2个案子，一个就是国土安全韧性的特别预算，另外一个就是防卫韧性的特别预算。国防部说明讲，特别预算当中，1100亿分做2案来编，其中防卫韧性都是外界所讲的军购特别预算。8月初8已经送去行政院等咧审查，不过顶一日传出预算的规模会到7000亿，可能会分做7年来编。国防部回回讲，这也未定案。详细的编列情形，我必须等到行政院审定之后，我们在适当时机会对外界做个说明。不过，国防院学者集中分析，提到特别预算的武器采购甲研发支出总计是3484亿，不过作业仪器敢若1990亿，伤病严重无病房，可能无法度确保摕到武器的装备，有合格人员来操作，甲有够的燃料，也有必要的保养甲医护。目前可以说是军购采购的高峰期，随着新式装备的导入之后，后续的这个零组件的采购也会增加，来确保国军的这个妥善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分析认为讲，国军目前军购的项目注重无病房的战力，会当用更较少的人发挥出更较大的防卫作战力量。后续要甲火药甲零件等等保护条，嘛应该赶紧。记者综合报道。空军体育小校飞行官苏俊廷退伍了后，唔那互中国的政治人员吸收，搁找学弟来加入，甲咱应用中强制战机侵略的应对方案泄露互中国。其中搁再包含香山飞弹的战场运用等机密资料。最高法院呢是依照国安法，甲苏俊廷判刑2年2个月，也通知检方防止伊脱逃。由咱国中科院开发的超音速反舰飞弹向风3型，防号做是航艦杀手。除了目前有的蓝射型、绿射型，顶一日还有军事部长也公开讲 ，IDF 建国号嘛有挂载香山，那像就是空军透过乡志专案研发的空射型。不过台中高分检伫今年初查到一个50岁退役的少校飞行官苏俊廷，2008年退伍了后，去由中国政治人员吸收，协助收集国军的机密，甚至2021年。搁招因学弟，也就是迄当阵空军战术中心的柯登成，要求提供中国军机扰乱台湾营运措施等等的资料交予中国，而且有予伊钱，其中就包括战机挂载香山飞弹作战的运用。是不是会造成立即的影响？我个人会认为这个其实还是要看今天它这个飞弹它泄露了相关的是什么样的数据，可是它在空射型的这个雄山飞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改进跟变化？这一点其实还是后续我们要再观察。那甚至是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有一些资料外泄，那我们是不是在一些部署跟使用，甚至是在性能上面可以有一些新的调整？目前最高法院以违反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判苏俊廷2年2个月定刑，而且通知检方启动防止伊脱逃。也乃现役的飞官柯登成，因为涉密毋过无通费，以违反国安法违背职务涉密罪。互台中地方法院判有期徒刑7年4个月，提调公款5年，各会当上诉。国军内部的管控，那内部的行政调查，那还有没有里面有没有相关的管理跟行政的疏失，那也都是必须要检讨的。因为在过去这几年来，不管是陆海空军都有相关的泄密事件发生。那也有许多民众也好，甚至是一些相关的学者都认为量刑过轻。那这个部分，我想未来也是我们立法院必须要检讨的方向。今年3月，这个事件互公开的时阵，国防部第一时间强调讲，专案及时查明，嘛讲少数的官兵违法反背国家，一定会去互民众配谈配烂。记者综合报道。运动部9月初9正式挂牌成立，有风声讲摕2届奥运金牌李勇要来接运动部长。中华奥会主席林芳都是认为，若准李勇来做，因为伊是选手出身，对这训练和比赛需求会较了解，而且有摕过奥运金牌，确定国际体育外交也是真好的。
这拄去成都世运会回顾参会，行政院长邓永泰到互媒体问起修任运动部长，敢是李勇。9月9号，谢谢。邓院长指照咧讲9月初9无正式也无好认，也毋过5、6月时，体育界传出，除了学者正研锁定选手出身佮形象真好的选手为部长人选，包括李勇、郭兴顺、甲罗颜芬。随运动部9月初9就要揭牌，有媒体报道李勇会接任，也毋过李勇的经纪人表示，目前无接到任何通知，不便回应。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都讲，官方无公布进程，拢属于传闻。那李勇出任会能带来新的气象，或许是一个新的气象，那他就会对一些比较这个基层的这一些体育的这一些部分，因为他从那里出身，他会更清楚。扩展这个国际体育的外交，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前体育署长张小喜认为，李勇的口才真好，真有想法，那会当伫这段时间好好学习，对运动部发展有帮助。其他领袖的选手也认为，运动员转战行政体系有指标意义。拼死拼活才好不容易也是拿到一个2面奥运金牌，这真的超级不容易。然后又是双打这样子，所以用选手的角度出发的话，肯定会不太一样。如果是运动员出身，然后他们对于全民的这个运动的风气啊，具有影响的效果。那部长呢，他可能比较着重在精神上的领导，好，所以我想应该长官这样的安排，应该有他独到的地方。有2届奥运金牌公权，李勇继续为防护完整幕后人员争权益。退役了后，伫国体任教，参与公益活动，更加强调，毋是互每一个人拢正做选手，才是推广运动。这甲运动部要大力推展的全民体育是同款的。有学者讲，若有3位真袂歹处长协助，相信李勇会当将家己的工作做得真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炎天赤日头，今仔上海高温出现台北市的省级测站，下晡1点半出现38度8的高温。医生也提醒讲呢，若阵伤过热，水分无够，可能会掉沙，严重者会造成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一名外省员前日亲像因为天气烧热，造成身体无爽快，突然跋倒伫木心派出所头前，好佳在警员发现，将伊紧急送医，加化解危机。他当时的脸色非常苍白，同事就先给他喝水，然后顺便帮他叫救护车。气象署拜时下昼针对湘北汤圆顶5关区发布高温警示电号，拜时上高温出现伫台北信义测站38.8度，其次是内湖测站的38.1度。明天的话，预估在西半部普遍就是34、35度左右，东半部在31到33度。那特别可以看到是在大台北及中南部的近山区，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未来1礼拜各地温度偏悬。拜五针对台北市发布38度红色高温警示电号，新北市36度甘黑色电号，台南市是黄色电号。意思提醒民众伫高温环境中，若水分啉无够，佮大量流汗，真可能造成热伤害；若严重，可能造成热掉沙，造成器官衰竭，甚至死亡。中枢神经原本调控热，后来不能再调控了，那就温度一直报告到40几度，那个就马上会挂掉。那个时候就赶快紧急降温，所以有发现的话就赶快已经想办法把它降温，冰块或者是水赶快把它降温就对了。根据卫福部统计，8月初1到20为止，因为热伤害就诊有376人次。医师提醒，3个患者是热伤害高危险族群，因为本身体温调节能力较差，加上有一寡药物会影响流汗排流，无法度将热气排出去，所以若出现冰巴巴吐、心跳加速、意识混乱、昏迷等症状的时，就要赶紧设法降温，佮及时就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嘉义大埔伫下晡4点37分发生规模5.1的地震，上大震度有4级。地震测报中心表示讲，初步研判是1月之1大埔地震的地震尾，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其他的地震尾。4级的摇晃震的时间都很短，大概都是最多在4秒钟左右。那针对这起地震，我们有发布国家级警报。那我们在地震发生之后8秒钟就对这4个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分别是云林县、嘉义县市跟台南市这4个县市。
受到地震影响，南部各项园区、家己园区的台积电工地真悬，有赶紧疏开，其他各园区拢是正常运作，无人受伤。若高铁家己到台南之间启动灾害警告，造成24字车次暂停，依照标准作业停驶进行地动的应变。来看到高雄有一间开至4点钟的红仔册店，今早起店员发现讲，有一个50岁的人客倒伫咧包厢内面，伊就随报警察啦。警消人员来到现场，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就无该送病院。根据警方的调查，这死者对15日来到包厢，到至伊这段期间拢无离开。不过这中呢是有通知店员讲要继续做这包厢，若这死亡原因，佫需要调查。大门大暂停营业的红仔册店，小林所有真侪民众过来，才发现讲无开。请下你们是要来？对。日早起，这间伫新兴区的红仔册店发生不幸的意外，员工伫包厢内面发现一个消费者倒伫涂骹，较紧报警察。警消接到通报到现场的时阵，发现这昏去的查甫人已经无喘气、无心跳，明显死亡，无送病院。刘男身上亦无可疑伤势，初步研判无外力介入，后续依规定通知家属，并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相验。倒落来，警方调监视器做调查，发现讲这个查甫人是订来这间店的老人客。15开始是包机中的一间包厢，伫内面使用网络。上尾一摆和店员的对话是伫19个透早，通知讲伊要继续加时间，一直到21个透早，店员主动甲问讲敢要继续留伫遮，煞无人回应。甲包厢的门拍开，才发现讲伊倒伫涂骹，期间并无发现讲伊离开红仔册店。对19到21个透早嘛，无人入去包厢，已经通知家属报请地检署验尸。4个小时200块。还 OK 啊，因为他这边又可以喝东西，又可以玩电脑、看漫画，其实还不错。红仔册店是24点钟营业，提供独立的包厢，会当洗身躯嘛会当食物件，以1点钟来算钱。民众感觉真利便，嘛有人会选伫遮过暝，顾着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警发局讲，逐礼拜会执行2摆的联合稽查，对象是包括电动间、特定行业、夜店和资讯休闲业。今年一直到7月为止，因已经稽查784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屏东的东港渔港，昨暝有一个查甫人，伊骑到奥多曼呢，冲对海去，人和车拢跋落去，到当时还未找到，目前是无法度确认伊的身份。直升机伫天顶巡，救援人员驶着树林船、畅水味骨力倒找。这是屏东东港渔港，昨暝暗时9点外左右，有一名民众报案，看到一位查甫人骑奥多摆对渔港的岸边冲，人甲奥多摆规个摔入要害人。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超找，毋过无结果。日透早佫出动11车18个人，2只树林船甲1只无人机投入救援。目前也未发现这名查甫人。他在山坡那边有没有随便乱叫？叫有一群来的时阵，伊全徛在头前，徛在起来，摩托车我找到，我看他的车牌是哪里，叫那个警察看是哪里，叫他叫出来。有当地民众讲，这名查甫人毋知影是精神问题，也是啉酒醉，就忽然奥多摆骑咧，大声喊，直直对海面冲去，人和奥多摆先弄到肉粽角，才落入海底。落海的查甫人因为救援人员搁咧找，所以暂时无法度确认身份和年纪。屏东县消防局于昨日9点14分接获民众骑机车至东港海事后方红灯塔冲入海里案件，本局出动第3大队东港林边访寮加东，昨天搜寻至12点，并没有寻获。那今日持续在搜寻这相关的一个海域区域。消防单位今仔透早重整人力，继续找找这名查甫人。民间救援单位嘛伫岸边准备，若有需要斗3工会随落去。消防表示是自杀，也是食酒骑车无细意，爱搁等警方后续的调查厘清。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最近大稻埕伫咧放烟火，昨暝有不少人踮伫咧新北市三重埔的中后码头遐看烟火，数民众安尼来起骹动手，也有人违规爬到迄个草坡报环顶去放开罚单，也有人涉甲流血流地。这个穿青衫的人，大力甲对方的头毛砍落，害人跌倒。现场是冤家乒乒乓乓，冲突愈来愈严重。双方一句来一句去，甚至搁起骹动手。警方随赶去现场阻挡。4个人一起回去，然后叫他们开设为。
这个纠纷发生伫20暗8点外，大场埕烟火表演，真侪民众来看，嘛有袂少人去新北市沙田埔中孝码头遐欣赏。经过警方调查，有一对较侪岁翁仔某，甲另外一对少年情伴，因为占位起配面，要刷场的时阵，佫杀来杀去，双边起一个心共会刀，其中3个人全拢拍惨落。为两方均表示不愿提告，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2款，将动手之2男1女移请3重简易庭裁罚。一场烟火表演产生真侪乱象，有人坐伫八架的所在，警察口劝唔听，罚款500块。嘛有人无细字全跋倒，头壳着伤流血，甚至伫放烟火进前，现场规旁人爬起哩草坪的，看就是真危险。那可能因为时间比较近，所以就是有些民众他就是直接从草皮这样用爬上去，然后同时警察也在旁边就是喊说不要爬这样子。当时去现场，草坡也是有真侪保特板、甲手抄地的杯仔。清洁人员真无奈，透早拼甲袂去，因为民众等伤侪粪扫伫遐。叫帮我定这啦，草坡多草拢也无过啊。今日上午已加派人力办理现场清理，预计今日中午前会完成。会再进一步持续强化夏日节活动的现场的指引，也会再协请新北市警察局协助加强新北端的巡视。20大场埕的烟火，声超过76000人次来看。发生的问题都已经袂少，所来上尾场会伫后礼拜六30举行，到时的人阵一定搁较大棚。为交通管理、现场的治安、甲环境各方面，拢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六8月23日，有一场罢免的投票，要互罢免的国民党立委，伊是找因党内头人伫咧扫街拜票。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请假陪中部3位立委去扫街，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去到这个南投呢，陪着迄立委游河来反罢免拜票。那新德县的这个罢免林书明的罢免团体是开记者会，指控林书明贿选。那林书明表示讲，拢是抹黑的。我跟大家报告哈，我今天要请假一整天哈，抢救4位委员，因为担心大家掉以轻心哈。宣布请假一天，因为台中市长罗秀燕要连赶市场，去台中甲南投的选区，甲袂林罢免的那样立委徛台，请民众支持。台市民进党一定爱顾民生、顾经济，莫不斗争，莫不罢免哈。8月23罢免投票，剩上尾的2天，伫最后的时刻，立法院长韩国瑜嘛去南投，替游河徛台求支持。谢谢竹山乡亲对友好的照顾跟栽培啊。那今天也是特别安排的韩院长来竹山陪同友好车扫。希望讲咱住伫外口的、住伫台中、台北的咱的少年的南投朋友会当伫这礼拜嘛会回来投这个同意罢免票。罢免游河的团体去市场扫街，希望争取乡亲的支持。那新北市未林罢免的南亚立委罗明才，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做伙扫街吹票。不同意罢免。那新德县罢免南亚立委林书明的团体，甲新德县立营民代召开记者会，批评林书明无法度代表少年人的心声，讲那像有贿选的行为。在他的政策说明会拿了3条面子加上2条吐司，这个算不算贿选？这个是有待我们法律来做说明、来做查证哦。我们剩下短短的2天，我们全力冲刺，全力以赴。针对罢免团体的指控，林书明讲这拢是作恶，无想要加做回应，敢若讲会持续宣传、甲选民交流，希望当提悬投票率。记者综合报道。这核三监的丁胖呢，拜六要来举行一场的公投。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副执行长陈胜文，伊就炸水去到南市的核废料存放场放一枚，送到国民党的党部，想要到去互这国民党的发言人一喙就啉好答。民众党的立委吴国昌是口说民进党袂输是小偷啊同款。民众党支持的核三中客公投，23就要举行。党主席吴国昌带领党公职启动扫街宣传，针对经济部前几天伫人民册讲，台湾核电依法到今年5月17已经全部停放。不过台湾的电价要是比附近有核电的国家日本甲韩国要搁较俗，吴国昌是无啥认同。数学能力都出问题了吗？请问一下经济部，这个是用什么代价达成的？过去电力发展基金台电用的剩多少？然后拿纳税人的钱补贴3000亿。
现在亏损高达4000多亿。怎么我们的经济部现在表现啊，比民进党刚刚所讲的小丑还要弱智啊？不过，像所讲的小偷啊，就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副执行长陈胜文，因为前一天伊早控泉水去南苏核废料储存厂放一天，了后提起国民党中央党部要互哪样的人啉，想要凸显核废料的议题，不过对方却是一嘴回答。无聊自己，你以为喝水会有什么荣誉勋章吗？你是谁啊？你想喝，不代表民众想喝。蓝屿人喝什么水，我们就喝什么水，不需要去把这个核废料或者说核能的讨论变成这种戏谑的方式，然后污名化蓝屿人。离岛票敢若剩2天，款团佫一届集合，强调核三厂至少发生过7届导火，35届辐射的污染，也佫有45届其他各样的问题，呼吁无应该重新启动超龄的电厂，嘛指其核废料的问题，伫台湾到大也无解封。以反空物质明确支持核三，然后却忽略了长期烧核废料或核辐射物质管理不当的一些状况。我们现在连高阶核废的选址法律都还没有制定，也还没有找到最终处置场址。所有的高风险的用过核燃料都是暂存在核电厂厂区里面。针对这点，民众党嘛强调讲，处理核废料的问题并不是今仔日才发生的，因为绿营执政9年外，到大才开2000万，请学者研究有关核废料处理的法则，等到会互台湾伫咧国际上输人舔舔。记者综合报道。那要提案要修订这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中那也立委提出着无期徒刑分级制，会分做3级，上当就爱关规4人袂当假释。那民众党的立委吴国昌等人是提出讲，甲现有的羁押事由串通共犯或者是证人抬掉。法务部支持无期徒刑分级化，不过是反对民众党的提案。那准甲这个抬掉呢，等于是放虎归山，或者会嫌犯有机会来讨口径。那为做伙大声发口号，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提案修订刑法，甲有期徒刑的合并执行刑对上当的30年提悬到40年。各主张死刑释宪案了后，已经真歹判死刑，当刑犯大多数是无期徒刑，才提出无期徒刑3级制。过往的制度里面，25年得假释，但下一阶就跳到死刑，这个中间的空白确实也太大，所以当死刑有存在，而且必须存在的同时，无期徒刑也有分级制度的必要性。根据目前的规定，hom判无期徒刑，只要刑满25年，就有机会假释。吴宗宪得杀的分级制是把无期徒刑分作3级，上当的第1级终身监禁袂当假释，过来是第2级申请假释进程都要坐监40年，上紧的第3级是维持现行的25年。为了台湾争口气。若是哪位提出修法，民众党立委吴国昌等人嘛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法，想要甲3大羁押事由内面的斗空共犯也是证人抬掉。面对南北小连续提案修法，主席的法务部回应讲，照法务部的版本，甲无期徒刑分2级，一个是故意犯罪引发死亡的结果，袂当假释；第2是维持25年。不过因是对病案的提案严正表示反对，都是惊严重冲击到侦查效能。诈欺案、虐童案。乃至于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共谍案、营业秘密法案件，这些犯罪都存在着勾串共犯或证人的高度风险，并没有如果不予羁押，又可以防止勾串的替代手段。法务部提出数据，讲到今年7月，全国羁押禁见的总数是2154个人，内面诈欺和毒品就占7%。尤其检方查到的电信诈欺犯，当年的人数拢一直起哩。其中逢羁押禁见的诈欺被告内面，当年有90%的理由拢是有特警和灭证的疑虑。连检清检界嘛批评讲，若是修法成功，都是暗砍犯罪，会恶化台湾，汇流子孙。现在刑诉的法案连一读都还没有一读郑明谦又这么急的出来当民进党的打手，法务部有没有基本的羞耻啊？丢不丢脸啊？面对法务部大动作来回应，吴国昌是甲呛转去，讲法务部变做民进党的狗，是配合在做政治操作。那被提案落尾唔管敢唔通过，都已经提前受到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高铁今年的载客量将有可能会超过8000万人次，有当时啊，若准备着位，因为这人伤过济乘客，说是无法度上车。为了要确保权益，高铁每年规定新制度，规定人济时阵呢，最优座就爱坐指定的车房。
就算平常时早起，毋是通勤时间坐高铁的旅客也是真多。今年上半年，高铁愈运愈人次，已经超过3984万多。尖峰时段自由座车厢真客，甚至一直到对号座车厢走道，影响坐车品质。高铁董事长苏德透露，上近每年实施超尖峰时刻指定车次自由座措施，特定时段也指定车次才有自由座就处调控票数。我是蛮支持他们在这种量的控制上啊，安全控制上还是应该要多留意。可是很多人应该就会死在自己车，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塞在车厢里面。对啊，那我觉得差异就没有很大。苏德讲，高铁运量已经到极限，未来会引进的12组新世代列车，第一组2027年下半年上线，2028年底12组才会全数上线。新车上路进前，旅客量一直增加，营养特别到的90岁有4个年假，高铁规划达到18日纾困期间，推出215万张优惠早鸟票，头一摆会上加拍到5折。这些分流的策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个尖峰的那个情况去稍微拉得比较平缓一点，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是它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一定有它的限制。另外，为着维护车厢宁静，高铁也有计修改，旅客完善客约和基本新改善做法，实施宁静车厢措施。未来先提接听电话，爱刷起列车相关，若口款未听，相当会当依照旅客完善客约改读客约记载。现在有9月2日起上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今表示，明年开始呢，社畜青年年所得伫咧62.6万以下，4个人住做伙家庭年所得伫咧164.1万以下，3代人住做伙年所得伫咧212.4万以下，拢会当免纳综合所得税。另外，大家人的基本生活费会调悬3000，中照特别扣除价收发了后，也会对12万调悬到18万。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行政院长杜英泰宣布，政府会推出减税政策。明年开始，社畜的青年年所得伫咧62万6千块以下，4口罩的家庭年所得164万1千块以下，还佫有3代人住做伙，年所得212万4千块以下，拢唔免纳综合所得税。另外，明年开始，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个人基本的生活费嘛会调悬3000块。若以一家伙仔4个人来计算，4个人会当扣除12000块，照所得税扣税等级来看，会当省600至4800不等。只有一直扣除一直在增加，那表示你的薪水其实在原地。我们每年还是会觉得，怎么永远快找不起。刚出社会的时候的我可能会比较有感，平常没有那个习惯去 check 说我到底有扣多少，所以其实不太有感觉。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顶一日公布2024年家庭收支调查，每一个人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是35万5617块，算算的2025年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差不多21万3000块，比前一年度增加3000块，差不多会有超过200万户受惠。上班族来说，如果考量到物价啊，或者生活啊，还有每年通膨持续的增加，其实上班族真的还蛮无感。若减税减负担，当照扣除价经过修法了后，嘛为12万调悬到18万，上紧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当下用。对一个长照家庭来讲的话，当然他的一年的开销绝对不只是18万块钱呐，但是政府了从12万调到18万，其实也不无小补啦。政府希望明年透过实施减税政策，会当增加民众通好支配的所得。不过，主计总处顶一日才公布7月份物价变动，食外口的费用起3.48%，厝租起2.33%。减税敢会当互民众真正感受会到，恐惊每一个人的看法无同款。记者综合报道。9月就要开学啊！这家扶基金会针对弱势家庭做一份调查，所发现讲有7成的囡仔厝内面状况无好，无环境顶好读册。这厝内面无册桌啊，壁拢生菇，而且平均每一个人厝内敢若5平尔，根本无法度互这囡仔伫咧正常的环境大汉。阿祖不在了，你也是一个男子汉。以后不会死掉。阿祖烦恼讲，有一天无伫啊，常常和妹妹2兄妹啊，无人通照顾。因祖孙啊3个人困伫一间无够9平的家厝啊，靠阿祖挽草做山工，加上老人年金补助，斗咧1个月干那11000块，度过逐天的生活。咱厝是虽然是细，毋过咱嘛是过了真幸福啊。人讲的，咱莫甲人比拼，会当过就好啊。我想买给我阿祖一栋房子。
我想让它住得更舒适一点。甲做作为生活的常常是一个大声的囡仔，伊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买一间杂风撇好的厝，互阿祖住。也若要生各种的小类，因为老爸中风，厝里环境无好，要做功课就需要3兄妹啊轮流用一块册桌啊。周一就是我的弟弟使用，然后呢，周2轮到妹妹，然后周三就是轮到我，这样一天一个人使用。家扶基金会有发现讲咱帮咱的家庭啊吼，差不多大的平数，一个人会当使用的平数，差不多是将近6平左右，咱参其他的家庭比起来有较少安尼。根据家扶针对弱势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有71个家庭处理设施拗过马桶漏水、电火漏电，壁阁洗锅，60狗惊厝租纳袂出来，61个囡仔因为厝里无册桌啊，房间无隔间，无一个安静的空间好好读册，而且这寡囡仔的厝里平均无够6平，就要开学啊！弱势家庭阁有新的开销，家扶基金会希望社会斗3工，做伙支持这寡囡仔。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7月时，风台丹那西扫台湾，台南灾情真严重，真侪工是无电通用。这个沙白鱼是死归堆，即马计数也随起去哩。另外，关电的这个零工呢，本地8月底就会当收成啊。不过，却因为这个雨落伤过久，零工的产量也减真侪。府城真出名的在地点心，铺水沙白鱼鸡、加瓜姜丝，佮配乌醋，无论是在地人也是观光客，拢真兴趣味。其中这拢是用沙白鱼落去做的。配合最近有摊贩咧反映，这阵进货成本一直咧起价，局面袂堪接。那我们以片数来讲的话，一片都是正常60，它就会变70啊，70它变80。那基本上现在可能以前买得到60的、70的。货他可能就买不到了，就至少都80以上。市场用的是沙白鱼吧，实际到市场行一抓，卖鱼的贩仔讲，确实最近会员减少真多，沙白鱼价数起1-2成，尤其是沙白鱼肚起上济，会出现起价，主要因为沙白鱼的量根本无够，但那是风台造成因地性的灾损，当然反映伫沙白鱼养殖的产销顶面。一度涨幅大概在5%至10%，有的也有反应啊，反映给消费者。有的就是硬撑啊。许多渔民没有发电机，导致一些能够上市的虱目鱼死亡。那目前可能还在养殖的虱目鱼也还没达到上市的规格，所以就造成整个国内的产业链有断层的存在。另外，伫关电这林角站，这回嘛，互风台损害甲真正力。原本8月底陆续开花通满林角，不过因为进前落1个月的雨，无出日头，致使今年林角欠收，农民就希望政府通有寡补助。你正落大雨吼，咱开花起来，开花起来吼，第一株花拢有拍去啊，搁等甲伊搁开花起来，甲搁结。你开一间花哦，咱爱40工到完去啊。天做大，今年热人风灾大雨，互农渔业拢害了了，因地性的灾损嘛豆豆啊扑出来，灾后复原的脚步，恐惊无大家想的遮顺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花莲万影乡的马太安溪顶个月时，伊出现崩山湖，如果水若底甜，就等于是一座这南化水库的量，万不你放弃水尾就会做大水。即马林保署去到崩山湖装水位度检，会当随时来监测，若种有危险，会当赶紧来通知民众。治安全无落去接水湖，林保署花莲分署的工作人员是真细致，徛伫足高的石头堆，在水面装水位架，然后搁爬起顶面安装监测器，透过太阳能仪器电力，通回传所有的监测信号。水位计的地方加强固定，剩下的同仁就沿着这条线。我们就是分别一起来固定，然后如果有人力的时候，我们第2条是连线，可以从箱体的最上方往下拉。马大安溪积水湖伫今年7月底生成，用流雨太来的时，伊一时受到关注，因为伊等于是一个南化水库有效的欠水量，若准崩发会对溪尾3乡镇造成严重的威胁。它到溢顶之前的这段时间，能够更精确的去得知它每天的进水量，然后它水位高层的一个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这些预警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准备。林保署强调，目前确定水位离爆发顶面有40公尺，欠水量大约有4800万吨。根据目前大致的进水量，按算10月初水位就淹过爆发顶面，呼吁溪尾民众这段时间唔通到河床附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今年的5月到10月是石龟生卵的季节。根据海保署的统计，到今年7月底，在台湾6大生态地记录到96只的石龟母来生卵，已经比去年同期的89只较济。海保署也表示讲，今年的生态地有增加一大，就是东沙岛。若去推算，今年石龟母的数量有机会拍去年的156只。屏东垦丁大馆的海沙堡顶悬，一只海龟囝刷刷对卵巢爬出来，准备要爬登去大海。垦丁这间饭店已经连续2年，拢有海龟来生卵。逐年若到生态期，业者就会加强巡视，注意看是毋是有海龟上花爬过分者，卖菜镜头来即时监控保护卵巢。今年嘛是垦丁这大生态地头摆完整记录到海龟囝孵出来过程。5到8月份期间，那是海龟上岸产卵跟孵化的高峰期，也会在夜间的灯光照射的时间给缩短，以及照射角度的调整，那我们来打造一个可能是降低人为光害的一个环境。除了垦丁以外，小琉球、红头树、东沙、望安、南沙、太平岛，拢是热海龟的生态地。今年到7月底，拢总记录到96只热海龟来生卵，已经破去年同期89只的记录。其中新增加的东沙，毋但是生态地，因为附近海域的海草资源丰富，已经成做海龟找食的好所在。海保署表示，透过信号器的追踪，因发现有一只海龟顶年才去望安生卵，去东沙找食了后，今年又搁去望安生卵。因为那边的海草生态很丰富，所以让他们补充能量更快，从原本大概3到4年的繁殖周期缩短到2到3年，这样对族群的数量提升以及稳定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海保署强调，2024年拢总有156只生卵的热海龟，已经是近年来新纪录。今年搁加一大东沙生态地，有机会会当将数字再提悬。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雄昌报道。台大教父裴明敏伫2012年过身，裴明敏文教基金会伫228国家纪念馆举办特典，希望透过裴明敏自救宣言，让台湾人知影民主的珍贵。这个纸顶悬拢是印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这是1964年伫台大政治系做教授的裴明敏，和因2位学生为着反抗威权，斗阵发起的运动。但当时因为风声走漏，因互国民党政府掠去关。也若这份宣言会当讲是台湾独立的运动历史上真重要的一份文件。裴明敏也互人合作台独教父，一直2022年过身。为着纪念伊102岁免期，裴明敏基金会也伫228国家纪念馆办特典。彭教授对台湾人的启发，不只是他的勇气。他说，台湾跟中国是2个国家是铁一般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对下一代的期待。展览有10个单元，呈现裴明敏生命的历史。主办单位表示，裴明敏的一生也记录台湾的民主过程，因为伊经过日本时代、戒严和民主转型3个文化世代。彭明敏教授就是这民主灯塔当中最亮、最闪亮的那一道光。它照亮了台湾永恒的民主之火，也让台湾人民为了自己、为了国家、为了未来、为了下一代站出来。这真正是不简单。总统府副秘书长也代表总统赖清德来致意，人咧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基金会也表示，毋茫透过展览鼓舞台湾人延续裴明敏的精神，继续为台湾的未来打拼。记者采访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军方今仔宣布占领这加沙的初步行动已经开始啊。另外，阁要征调600名后备军人，而且延长2万名士兵驻兵的时间。若进前呢，卡达和埃及有提出60天的停火方案，哈马斯有同意，不过以色列也未回应。面对着这以色列想要来扩大战争，因的民间开始伫咧反弹咯，总着民众呢去到加沙的边境示威抗议啊。半暝炮火世界社也是惊翕到的庆弹这杯，是当在进行的加沙地面战，嘛是以军对加沙上新一波的攻势。炮弹放出正大的红光，和当中战车的出现，互战况愈紧张，代表以军当一步一步推进加沙市。为着要救人质、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决定缩短时间表，加紧对加沙市，就是哈马斯伫加沙的北部上尾大本营的占领行动。拜三，以军的发言人德弗林召开记者会。证实这项军事行动。
התחלנו את הפעולות המקדימות והשלבים הראשוניים במתקפה על העיר עזה. וכבר עכשיו, כוחות צה"ל אוחזים בפאתי העיר עזה.伊军嘛公布一段伫南部的汉尤尼斯空袭的影档，而且指控讲哈马斯的武装分子是对地道钻出来，想要对伊军的营区出后炮。伫双方激烈交火了后，有10个哈马斯的战士战死，真侪人倒转去地道。伊军方面有3个人受伤。为了向哈马斯加大施压，伊国的国防部长卡兹嘛同意讲，因会征调6万的后备军人，而且延长2万的士兵服役的时间。不过后备军人要9月才会报到。伫这进前，以下会针对卡达和埃及提出的60天停火方案来做协调。看到伊军武力阁升级，加沙市上百万难民刷入来，要去倒无人知影。قطاع غزة لا يحتمل. احنا زهقنا نزوح، زهقنا تهجير. كل يوم مكان لمكان. يا جماعة احنا بدنا نخلص هيك مهزلة. الحرب هذه أكلتنا. واحنا بالشعب بطل يتحمل، بطل اي تحمل عنده。伊军进前就讲，控制加沙差不多75%的地区，哈马斯手头的50个人质，伊个当局认讲，还有20个人搁活的。人质的家属烦恼讲，地面的攻势有可能颠倒去害到这个活的人质。20因伫加沙南部的伊国边境附近开始示威，要求停止战争，开始和谈。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阿富汗一台巴士载一阵互人对伊朗驱离的移民，半路摔甲一台卡车，一个奥多派相撞，造成79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事故现场车烧甲臭火焦，只剩架啊，就知影车祸发生时阵有偌惨。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省19发生一重大车祸，一台巴士载满为伊朗被赶出境的移民，伫公路甲一台卡车甲机车相撞。造成车身都火烧起来，巴士一时啊就互大火烧了，车顶的乘客也全部拢死亡。چی اصلا نمیتونستم کسی به پیشرفته به داخل اتوبوس بره پیش از 200-300 متر مرتکب فاصله میگیره اتوبوس خیلی فاصله میگیره اصلا آتش خیلی شعله‌ور بود ما که زود میمودیم دیگه جیر و سر صدا بود داخل میشیم خدات میکردن تا که هیچ کدوم بیرون شدن نتون乘客拢是为伊朗遭到赶出境的阿富汗人，显示阿富汗移民被逼回国的艰难处境。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为今年1月到即马，已经超过150万阿富汗人离开伊朗，甚至有部分是伫伊朗生活几啊代。敢若是6月份伊冲突了后2礼拜，都超过50万无证移民互伊朗强行赶出境。警方表示，这台巴士甲一台机车油罐车相撞，引起大火。یو لاره د پیژندو د داس خو په جسدونو خو بالکل نه پیژندل کیږي او دا چې د یالته د مهاجرینو چې کوم الته کوم اصول دي دا اصول موږ ته د خطر کړی دي چې په هغه کې د کوم ولایت د کوم ولسوالۍ د کوم کلی دي دا ټول لیکلي دي。警方指出，巴士司机爱对这事故负上大责任。伊伫赛车过程常常超速，高速公路风才造成这几年史上上惨重的意外。公司新闻陈伟琴编译。未成年的囡仔使用手机啊，要安怎阻止因去接触到不适当的内容呢？这芬兰的手机品牌 Nokia 甲因的品牌授权予 HMD 啊开发出会当过滤不良资讯的手机啊。推出这款新手机的浩明迪公司指出，虽然也是有翕相的功能，不过只要镜头出现无清晰的内容，翕相功能就会强制终止。那就网搜寻的内容，也是通讯软体出现任何无清晰影像，整个程式也会停止运作。这套由资安业者研发的内容过滤软体，并不是另外下载，而是内部建立伫系统中，使用者就算用 VPN 软体也完全无法度。We've taken our HarmBlock content filtering software and we've dropped it into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phone itself. HarmBlock prevents the viewing of explicit content, the filming of explicit content, the sharing of it, and the storage of it. 家长也是监护人，若要限制囡仔使用手机的行为，爱先互家己的手机甲囡仔的手机连线，然后透过远端遥控管制囡仔会当以手机联络的对象，也是了解囡仔一举一动，包括透过 GPS 追踪囡仔去过倒一寡所在。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massive benefits in letting your child be online, not least the ability to do schoolwork. We know that parents like the idea of tracking their child when they're out in the world, but clearly there are concerns as well.
支持者认为，家长也是其他监护人，要有权力也有能力，透过这款的方式了解甚至管控囡仔对行动装置软体的使用，加防止有害内容的入侵囡仔的生活。也毋过，也有反对的一方主张，这种时时刻刻无所不管的直升机父母，不利培养囡仔分辨是非的能力，是真无好的。事实上，除了保险丝，苹果的 iPhone 甲 iPad。也有荧幕时间、Screen Time 加 Google 安卓系统的家长监护 Family Link 同款有类似功能。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日本东京有一间美术馆，邀请囡仔带家己的布翁仔来到这美术馆待5天，甲艺术作品做伴。一届大概爱开大票200块，而且会当翕相做纪念。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启发囡仔对艺术的兴趣。囡仔则毋敢将手头的佚佗物交予美术馆柜台服务人员，家长爱阁付钱。原来这是日本东京一间美术馆办的活动，邀请囡仔将家己的佚佗物伫关门了后，留伫馆内甲艺术品来做伴。買った後はなんか普通だったけど、その後からはずっと使って、5歳ぐらいの時に妹にやっぱニャーニャーを、譲ったっていう思い出が。带2个囡仔参加活动的妈妈表示，去年11月就捌申请，不过迄时阵无被选到，今年选到，互因真欢喜。因要付1000票，差不多大票202块，互佚佗物留伫美术館，展開5日的大旅程。ニャーニャーが旅をしてきたというか、一つ何か経験をしてきたというのは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すごくなんか疑似体験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アルバムが届いたら眺めながらお家の見えるところに飾りたいよね。留落来佚佗物会被安排伫各种的艺术品头前，亲像真人共款，详细欣赏艺术品，个人为因翕相留念。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囡仔透过这摆体验，用亲切感受艺术甲美术馆的概念。去年第一摆试办就吸引超过3000人报名，欢迎真热烈。扱いを考えると20体ぐらいがちょうどいいっていうのを、テストをやってみて分かったので20体を定員としてましたので、3000の応募に対して20体が当選するというかなり高倍率になって。这活动起源伫美国宾州一间公共图书馆，2007年第一摆举办，招翕佚佗物伫图书馆野游的相片，成功提悬囡仔读册兴趣。这风潮伫2010年传入日本，东京的美术馆将这概念延伸到艺术作品，互囡仔应用轻松趣味的方式亲近欣赏艺术。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